哎呀，烦死了！你能不能不要扒着我？为什么我一出门你就老是跟着我啊？我又不会飞了。你还走不走啦？我脚扭伤了，走不动了。我说你怎么一天这么多事呢？你到底还走不走啊？我陪你走了99步，但这最后一步，我不会再为你迈出了。我承认我喜欢你，但我总不能一直不要脸吧？把你那忽冷忽热的态度收回去。我知道，即使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也变不成你喜欢的人。感情这东西就好比是乘法，只要你是0，哪怕我付出100%的努力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要自由，我给你。那么这是又是